好啦，今日又係我軍事炮彈紅啦。咁今日就嚟講下呢一艘叫做金剛級護衛艦啦，日本海上自衛隊嘅主力護衛艦啦。咁但係其實佢個噸位已經係去到驅逐艦嘅。咁首先講下普通嘅數據先啦。標準7250噸，滿載排水量9485噸，動力係四部 LM2500，航速30節左右，續航力以20節嘅話可以行到4500海里，人員數量係300人，配備咗一部SPY-1D 被動雙位陣列雷達，即係神盾雷達啦。咁有一部呢個127mm 主炮啦，兩座方陣快炮啦，兩座600式3聯裝短魚雷發射管啦，咁即係 Mark 32魚雷管啦，12組嘅MK41啦，即Mode 6嘅垂直發射系統啦。咁總共其實係有90個發射單元嘅，咁啊可以裝 RIM-66標準2型嘅防空導彈啦，中程防空導彈啦，RIM-161標準3型嘅防空導彈啦，RIM-174嘅標準6型長程防空導彈啦，同埋RUM-174嘅阿斯洛克反潛導彈啦。我想講下嘅就係標準3導彈啦，因為標準3其實佢係一個可以射程好遠嘅防空飛彈，基本上係可以打到近軌道衛星嘅能力，所以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強嘅防空能力嘅艦嚟嘅。所以你見到佢個防空導彈能力係好強嘅。咁到咗2022年咧，金剛級嘅其中一艘艦鳥海號咧就會開始改裝可以安裝呢個戰斧導，令到佢個戰力係更加強大嘅。咁其實咧，金剛級護衛艦有4艘啦，包括DDG-173金剛啦、DDG-174嘅霧島啦、DDG-175嘅妙高啦，同埋 DDG-176嘅鳥海啦。咁金剛咧係下水於1993年3月25日嘅，所以佢都係一艘比較上早期嘅神盾艦嚟嘅。咁佢嘅需求其實係源自於冷戰末期，日本其實需要一反潛之外，佢仲係需要一啲艦艇去進行呢個防空任務嘅。咁隨住1986年即係冷戰末期嘅時候，其實佢哋開始都覺得評估一啲方案係邊一啲方案係對於日本嘅防空系統係好嘅。咁佢哋揾過好多嘢啦，即係預警機啊、雷達啊嗰啲嘢。咁但係佢哋得出個結論就係驅逐艦係最好嘅防空嘢嚟嘅。咁但係因為海上自衛隊其實佢就唔可以用驅逐艦呢樣嘢嘅，佢哋係唔俾有呢樣嘢嘅。當時係1945年之後，咁所以佢哋就會叫做護衛艦啦。咁1988年咧，佢哋就開始編入預算啦，同埋開始向美國買呢一個神盾雷達系統啦。咁所以就開始有呢個裝備嘅引入啊，開始係同埋佢哋已經確定咗船體係以伯克級驅逐艦為基礎嘅去發展呢艘艦艇嘅。咁到咗1993年咧就完工啦，即係因為頭先都講過下水係於1993年3月25日啦。咁1993年金剛號就正式完工啦。咁但係由於蘇聯已經解體咗啦，已經冇呢個飽和攻擊嘅威脅，即係大量導彈同時轟炸喺一個點嗰個威脅啦。所以咧佢就開始將呢一艘艦咧就改造成防止北韓嘅威脅嘅一艘護衛艦啦。咁佢哋所以就安裝埋標準3型長程防空導彈啦。咁呢樣嘢導致佢其實佢個防空能力係更加強大嘅。咁但係你就見到喎，佢其實咧雖然就有好多防空能力啦，咁但係相對於咧其他艦隻咧，即係到後來嘅愛拓啊、摩耶級咧，其實佢就有個大嘅問題，就係佢嘅反潛能力其實係唔夠嘅。佢淨係有一個直升機甲板，但係佢冇一個直升機機庫嘅，所以佢嘅反潛能力係稍為弱少少。咁但係佢亦都唔係冇反潛能力嘅。咁佢依家個作用其實係以一個日本海上自衛隊一個艦艇群嘅中心啦。咁當然依家就聽講係話已經改編咗做唔係艦隊群啦。咁但係佢都仲係以一個防空主力或者防空中心去指揮住成個艦隊嘅嗰個防空能力啦。但係咧到依家個問題就係其實佢因為90年代開始到依家都過咗30年啦，其實呢隻艦都開始老化㗎啦。咁所以咧佢我估佢嘅部分功能其實都開始被人取代咧，即係被外托啊、摩耶啊去取代咗佢嘅防空指揮中心嘅呢個職責啦。咁但係佢其實仍然係日本海上自衛隊其中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防空主力嘅一個部分啦。咁到咗依家咧，佢都開始係話老化啦，所以佢哋開始想話取代呢一艘艦艇嘅。
咁我個人認為其實就佢都仲係都仲係日本海上自衛隊呢個防空主力，但係我覺得日本海上自衛都開始要諗，其實係咪需要揾一啲艦，即係起一啲新嘅艦去取代金剛級呢四隻咧？因為老實講，真係過咗30年，其實開始個年齡開始係老化㗎啦，所以就睇下第時我哋日本海上自衛隊會出啲乜嘢艦艇，其實叫起咩艦艇去取代呢啲隊艦啦。咁我覺得佢時間軸上面佢又唔會好似其他艦咁快開始退役嘅，咁但係我覺得佢係可能會喺2030年代左右開始慢慢退役，開始或者編入去預備艦隊裏邊去作為一個預備戰力咁樣咯，我覺得係會咁樣咯。咁非常之多謝今日大家嘅收聽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